第下第10座总冠军的职棒统一赛宣布新球季开幕，将伫13号甲兄弟队车拼，并且伫14号甲淡市药师公会合作，礼拜办理职棒药赛日活动，主要提供球迷营业咨询的服务，买当参加游戏，有机会摕到限量纪念版的吹暗。市长嘛专工来到市立棒球场献上祝福，并感谢药师的付出。宣示一方面做好这个防疫，那也相挺统一师。那我想今天很不容易我们非常感谢药师工会所有的药师朋友们，在去年开始的疫情一直到现在，能够有在防疫工作上做出非常巨大的贡献。我们希望说跟药师朋友们，尤其很多药师都是在社区里面，跟药师朋友们一起来做防疫。我觉得跟统一师一起来做防疫，能够早日能够还我们健康正常的生活，不管在运动赛事或者在日常生活中，都能够健健康康，这最重要。会长淡市药师工会表示，全国超过6000间药局，1万多名药师甲民众做伙抵抗疫情，嘛借此互民众对药师的工作更加了解。会长立委林锦嘛表示，该博士比赛立委洪孟凯3月13嘛要请大家吃鸡排，欢迎到时做伙来。台湾新闻综合采访报道。